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通占地区到通缩地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呢，他面临着一些不一样的选择。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呢？今天这个虎嗅APP 刊登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中国年轻人止损最后一招》。在通占地区赚钱，在通缩地区消费。作者叫曹丰泽他这个好像也是转载别的媒体的文章，不要紧，我们看一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有没有启发？他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离开北京，从另类到共识。这个我有发言权所以说咱们边看边聊。彻底离开北京4年之后，我逐渐发现，驱使我即便偶尔造访北京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弱。原因无他，我的朋友们和我不得不见的人们也在迅速的搬离北京。他们有的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有的是因为工作原因调到外地，更多的则是单纯的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更适合自己的生活的城市生活，先搬过去，去了之后再考虑生计。宏观数据也支持了我身边统计学。对比2020年和2024年北京市人口数据，北京市20到34岁的常住青年人口减少了121万人，其中20到24岁人口减少41万，25到29岁人口减少36万，30到34岁人口减少45万，各年龄段跌幅都超过了20%。按照他这个说法，北京的年轻人都在大量的流出。假如放在10年前，或者按照时薪的说法，经济上升期，找个城市随便一搬家，会被彻底看作是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的幼稚异想天开。在当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被认为是集中了全国所有优质资源和发展机会，就算你非要离开北京去更小的城市发展，那么有家人庇护的老家城市是你唯一的选择。去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城市，必定会被欺负的渣都不剩。在那时，主动离开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无疑是百里无一的另类。短短10年的时间过去，曾经的另类已经变成了某种共识，令人唏嘘。这个在10几年前确实这样大城市才有机会，小城市、县城基本上没什么机会。那个年代确实是去了大城市你就掌握了先机，那是个猎猴喷油的年代，对吧？大量的外资进入以移动互联网为例吧，你想想，美团、什么饿了么、什么小黄车、这个共享单车，对吧？还有轿车平台，各种各样的移动互联网公司，那烧的都是美金A 轮、B 轮、C 轮，融到这个字母都不够用了，对吧？各种美元进来干什么？进来就是发工资就是烧抢人圈市场，各种补贴而这种资源那肯定是1线城市有2线城市少一点，到县城就基本上就是尾声了。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去大城市机会多小城市没有机会，小城市只能靠七大姑八大姨，靠家族关系庇护。但是按照作者的意思现在这些都发生变化了。经济上升期的逻辑链条，你看那个年代就烈火喷油那个年代就是经济上升期10几年前嘛。人是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认知，并非完全是目光短浅所致，更多的是当时社会客观现实。在那个年代的北京，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听到有人财富自由的消息，一切行业都刚刚起步，每一个行业都是风口，只要你肯进入任何一行，稍作努力，赶上了这班电梯，就可以被带着直线上天。就算你真的不幸一个风口都没赶上，只要你坚持留在北京，拿出全家的积蓄贷款在北京硬上车，任意一套房子，哪怕是冷战时期的老破小，迎接你的也是每年近100万的涨幅。再考虑到贷款所产生的杠杆效应，那意味着你的财富在翻着倍的增长。在无可辩驳的经济或功利成功面前，其他条件都变得好似不值一提。说的确实这样对吧？你在2016年以前吧，16年以后就不行了2016年以后买的房现在说不定不赚钱，16年以前买的房，对吧？你都是赚钱了，而且是加的杠杆，你只付了20%首付，但是房价涨了1倍或者涨了，对吧？现在看还涨了50%，那你赚了多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选择大于努力。那个时候你在小县城，你的资产也不会增值，对吧？如果你是个本分的人你不是靠那种灰色收入，那你基本上过的就是一个，你可能也买房了，但是那个房现在县城的房子也不值钱，你也没什么存款，就是普通吧，普通的不能再普。但是北京的一套房就不一样了你怎么着的这个300
万、500万的，实际上你的努力是一样啊，都是8小时，在北京无非压力大一点。但是我们这说的都是过去那个年代啊，不是现在。现在是越努力越惨，对吧？至少是2020年以后，越努力越惨，完全倒过个儿。与此同时，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普通人唯一有机会享受公平的地方，因为这里的资源足够多，尚且有一部分可以留给普通人。现实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说你在一线城市可以不用通过关系，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这个高度，而县城里面，对吧？小地方天花板很矮，一线城市它的上升空间足够大，够你折腾的。你看，但在小城市，社会资源几乎完全被本地既得利益阶层，或者按照时兴的说法，县城婆罗门把持。如果父母是普通人，或者你直接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城市，父母也无法庇护你，那么你在当地几乎是一定会寸步难行，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遑论发展了。当年的小城市为何如此难混？回顾那时的经历模式，其实也不难理解。也就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赢家通吃的经济秩序得以建立，全球产业对效率的要求空前提高，一丁点成本上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生死存亡，因此产业被迅速聚集起来，分散经济的道路彻底走不通。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度高啊，交通运输便利，产业的效率天然就比小城市高，这就使得除了东南沿海的少数地区，一般的内陆小城市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高利润产业，自然也就没有很多体面的工作岗位。小城市仅有的体面就业机会，除了教师、医生、公务员这些体制内工作之外，只有一些跟自然垄断沾边的行业，比如能源矿产、基建、房地产开发等。这个作者说的这些啊，都是原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原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加入世贸，外资进来了，而外资去哪儿了？外资去哪儿就富了，就这么简单啊！外资不一定全去北京、上海，外资还去了江苏昆山，还去了苏州。那这些地方突然，对吧？它不比一线城市差呀。年轻人在这地方机会也很多。你看外资扎堆的地方，长三角、珠三角，有的地方并不是大城市啊，但是年轻人在里面机会也很多，收入也不差。当然，虽然比北京、上海要差一点，但是也不差。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就外资往哪儿扎，哪儿似乎就，对吧？更富一点，年轻人机会更多一些。这个外企的保障比国内的企业、比国企都要好。这个你看，外企动不动就恶意补偿、恶意加薪，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劳动法执行的最好的反而是外企。所以这些啊，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看明白。外资扎堆的地方，那个地方即便不是一线城市，那它也很不错。作者说啊，以上这些行业，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一例外都很容易被小城市既得利益集团把持。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啊。那小地方没有外资，对吧？就是本地的一些行业，垄断行业，稍微好一点的都被婆罗门把持了。你想进去，那你得看你爹妈是谁，所以说你很难找到空间。所以那个时候啊，如果你留在小城市，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除了职业发展外，在那个年代，日常生活也会让缺乏根基的打拼者在小城市感到寸步难行。其中最关键的2点莫过于教育和医疗。在小城市的社会秩序下，一切社会行为都难免要涉及求人办事，其他事情可以拖着不做，但唯独教育和医疗2件事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去的。在小城市资源相对稀缺的大背景下，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不是靠经济进行的，而是依靠政治进行。要想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就难免要使用明规则之外的手段，要托人找关系啊。这个说的就是营商环境和当地的，对吧？官僚作风。实际上我们细心比较一下，对吧？又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外资扎堆的地方，那个地方啊，政府招商环境、营商环境、这个服务意识、官僚作风都会比其他地方好得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可这一点？你那个地方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叫因果关系嘛。因为你的营商环境好，你的这个官僚作风好，服务意识强，所以外资才愿意去啊。因为外资去了，对不对？要外资越来越多，那就会导致你那个地方服务意识会更强，对吧？反过来又促进，就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势，就这意思，相辅相成。而那个你比如说东北吧，或者欠发达地区，那就是恶性循环，营商环境差，对吧？外资不去，不要说外资不去了，你这民营企业也不敢去，谁都不去。你越不去，他越挣不着钱，挣不着钱就越的，对吧？营商环境差，他越的罚款，越的求人办事，办个屁大的事都要找关系找人。
对吧？所以说来说去啊，就这么点事。江苏有个叫太仓的地方吧，那全是德国企业扎堆，那么一个小地方，德国企业在那一扎堆，那地方绝对不差啊，道理都是相通的啊。然后作者说啊，他说在所谓的经济上升期，北京等于一线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小城市对年轻人的势力共同作用，使得年轻人不得不尽自己所能涌入一个尽可能大的城市，有能力去省会的就不会留在普通城市，有能力去一线城市的就不会留在省会。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塑造了单一的经济格局，单一的经济格局又自然而然形成了单一的价值观。不论一个年轻人原本的理想是什么，爱好是什么，自我定位是什么，他们在地理意义上归宿都是完全相同的。他这个说的是为什么过去啊年轻人都要往一线城市跑，这个意思啊，你得拼命离开小城市。这个文章说啊，单纯的技术进步挽回不了人口聚集的局面。他说然而就是话锋一转啊，即使这种经济循环持续下去，人口的聚集也不会因为单纯的技术进步而发生逆转。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和通信科技的飞速发展，早在10年前，在相当多的行业内，远程办公就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技术。显而易见，即使是在10年前，一个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小城市居家远程办公的成员，他的工作效率也并不比每天在拥挤的无法移动的北京地铁里通勤2小时，精疲力尽地抵达西二旗的格子间里办公的成员要低。小城市无论是生活体验还是自然环境，都远非西二旗这种地方可比，更不必提小城市生活成本只是西二旗的几分之一。但是其实很多人当年已经意识到，尽管经济的集中不可避免，但如果远程办公的构想真的能够实现，那么经济的集中与人口的集中这两者之间就并非绝对的不可拆分。人们可以同时享受小城市舒适和廉价的生活，同时也不放弃大城市高端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啊，你的岗位是在北京在上海，但是你人也在小城市。实际上他这个用数字游民来举例子就非常合适。数字游民啊，就好比咱们这个专业这个行业，你上班你的工作地点其实不受限制，在北京和在小城市完全一样，你只要有网络，对吧？不受物理空间限制。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看这个作者这么说啊，他说人们可以同时享受小城市舒适和廉价的生活，同时不放弃大城市高端就业岗位。但在现实中，在那个年代，离开北京仍然不具备现实上的可行性。也就是说啊，在那个年代啊，很多人意识到了，因为网络也发展了嘛，对吧？远程办公，但是虽然意识到，但是也还是不能离开。为什么呢？他这背后深层原因其实简单粗暴，说就是房价，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促使大家留在北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大家买得起北京的房子，而恰恰是因为大家买不起。在10年前的北京，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拥有房子的人，他每年就能赚取的收入中一大部分都来自房价上涨，而工作本身则更类似于能让他留在北京，从而吃到这份红利的幌子。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预期的学问，房价的持续上涨几乎构成了大家抢着买房的唯一原因，就买涨不买跌呗，资产升值，对吧？他说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并且拼尽全力的去证明他们购房是出于某种刚性需求，而他们之所以拼命的留在北京，这完全出于不同的目的，比如拼搏事业、积极上进，甚至于热爱北京的生活，其中或许也包括他热爱那套早已过了60大寿的八面漏水的赫鲁晓夫房，就是那种红砖房啊。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啊，老破小、筒子楼啊、专家楼。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城市房价的飞速上涨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利益，进而也奠定了他们挤破头留在北京深层合法性。对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金钱层面的成功都是评价一个人时不得不考量的重要指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为在社会存在上，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在社会意识上，大家会自发的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唱赞歌，进而证明他们留在北京的正确性。因此，即便早在10年前，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就已然成为可能，但这种充其量只能说是为人口去集中化提供了物质层面的基础，并没有真正的推动人们从生活成本奇高的大城市中搬走。恰恰相反，在2015年到2020年，远程办公系统蓬勃发展的时代，恰恰是人口向大城市富集最热火朝天的时代。人们不想从大城市离开，公司更懒得研究如何让员工跨越晚线办公。既然能毫无阻力的把员工们召集到会议室来开会，那
也就自然不必冒着工作沟通不畅的风险去强行探索远程协作的可能性。这个作者说的是不太全面啊，他这个观察呀，这个了解啊，比较这个偏颇。为什么呢？他把这种岗位在这儿，然后你去小城市待着，远程办公这种啊，类似这种，他首先说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是因为北京的房价啊，很多人留在北京找个借口，明明对吧？你可以拿着北京的工资在小城市生活，在小城市远程办公更滋润。那他这个想的太简单。大城市啊有大城市的好处，文明，它的生活成本肯定高，交通拥挤，各种不便。但是正因为这种各种不便，让这个大城市的治理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啊？国内是一个高地。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不足之处啊，有很多这种对吧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在全国它是高地。我还没听说北京的码农被抓住之后罚100多万的，但是不知道哪个小地方码农不知道干个啥，对吧？就罚了100多万。很多事情在大城市就不是事，但是在小城市他就罚你。法治环境、文明，对吧？各种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作者这么简单的比较还是有问题的吧？比如教育、医疗，外资越多的地方，他做事他就是按规则来，而对吧？外资少的地方，他做事就是按照当地的这种土办法，没有文明可言。你生活的地方不光是物价便宜，你的物价里面实际上体现了这些东西。物价高是你为这个在买单，对吧？那你要在农村生活，那物价更低啊。所以他这个说法啊太简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企业在北京的企业啊，总部在北京的，在上海的，在深圳的企业，他们已经这么干了。他们比如说啊，把部门拆出来，把那些产出低的人多的部门，工资要低啊，工资低，他因为他部门产出低，对不对？产出低，他就不能给高薪，给高薪不就赔钱吗？他就工资就低，工资就低，你在北京也招不到人，在上海，所以怎么办呢？把这个部门挪到2线城市、3线城市。所以你看，京东把他的客服部门挪到宿迁，挪到其他城市；小米，对吧？总部在北京，他也把他的很多部门挪到全国什么2线城市、3线城市。这就是在降成本呢。他不光是把这个岗位，把人给你送走，他把连岗位一把给你送走了，送到小城市。在北京，对吧？你8000块钱你招不到人，我说不算高，对吧？但是你要在一个哪个县城，你8000一个月招人，那这是绝对是好工作啊，打破脑袋找关系进去啊。所以说啊，很多大公司不都这么干了吗？把客服部门、把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到处挪，把最核心的部门留在北京，这就是降成本呢。人家企业已经帮你想好了，轮不着你个人，对吧？这么想。所以你还琢磨着去远程办公，人家不需要啊。所以这个作者把这个没有想明白，有可能没在大企业当过头啊，对吧？从成本这块考虑，所以说你个人考虑这个，人家企业已经考虑了，轮不着你个人去考虑啊。所以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啊，房价的回归把人变回人，真正让人们下定决心离开大城市前往小城市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最初那个原因，房价。从2020年开始，全国房价开始由盛转衰，但不同的城市发生的房价下跌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小城市房价下跌，大家只会认为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无甚稀奇。反之，之前也是这么跌的。省会城市房价下跌，人们则会归咎于地方经济的衰落。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下跌则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这击穿了曾经京沪永远涨的神话，甚至可以说啊，在某种程度上，京沪房价的下跌动摇了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某些社会秩序，甚至否定了相当一部分人生存的意义。他这个说的也不对啊，他认为是房价下跌导致北京、上海的人走了，是没有工作，是没有工作机会。离开北京、上海的人更多的是因为在那儿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人挪活，树挪死，只能挪地方，不是因为房价下跌，这个因果关系都搞错了啊。作者说啊，他说我是1994年生人，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在2016年、2017年前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那这个很年轻啊。这作者果然这个对社会观察是比较这个片面的啊，不像昨天晚上那个文章啊，那个正能量大 V 对吧？年纪跟我差不多，2000年就在深圳打拼，我是2000年在北京打拼，我们是差不多的，所以他的文章也就相对更加这种客观一点，但是他没搞清楚为什么工资涨得慢，房价涨得快，他找不到这个答案，所以他就困惑。那这个作者呢写的就相对就是更加表象了啊。他说，在我这一代的同学和朋友中，正在发生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价值颠倒。在我的同龄人中，比较有出息的那一部分人，有的是因为学习成绩好，有的是因为偏巧选了热门的专业，如计算机、金融等。他们在国内经济比较好的时代走上了就业市场，获得了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并且成功的留在了北京，然后自然而然的他们就会在北京上车买房，其中很
大一部分当然是贷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北京的房价都有非常乐观的预期，然后很自然的他们没有逃过近几年的房价下跌。那确实啊，他这一代人正好17年大学毕业，那买房那肯定是18年19年了，或者20年，那正好赶上对吧？高位接盘。实际上高位接盘不是问题啊，高位接盘叠加失业，这个叫绝杀。如果你仅仅是高位接盘，你又没失业无所谓的，因为你接盘的时候你为什么接盘呢？还不是你收入高吗？你收入高你是买得起的，对不对？你是能负担的。当时那个状况，你只有失业了你才负担不起，对吧？还是工作的原因啊。他说很大一部分当然是贷款，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北京的房价都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然后很自然的他们就没有逃过近几年的房价下跌，在账面上赔光了自己前几年高薪工作的收入、父母的积蓄，乃至陷入负债。负债他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负债了，对吧？这个时候啊，如果他没有失业，他完全不在乎，扛得住，这是账面损失啊。你这不变现，理论上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你买的时候就是这个钱，你对吧？每个月再还1万的按揭，你有工作，没有工作了，对吧？失业了你就完了。而反倒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或者不幸选到了失败专业，比如生物化学或者我们土木工程的学生，因为自己事业上的失败，没有能力留在北京，也没有能力上车购房，所以反倒逃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虽然没有收获什么，但也没有负债，一样的道理啊。他逃过一劫，能支撑他的还是工作，对吧？如果他没有工作，那现在他日子也不好过啊。说来说去都是就业啊，还没整明白归根结底什么原因。就业决定收入，一旦房价不再上涨，而是开始下跌，那些大城市曾经被认可可以忽略不计的缺点就会重新被大家发现，忽然意识到曾经建成50年的房子注定要八面漏水的，曾经那些被忽略的痛苦，诸如极高的生活成本、漫长的通勤时间、巨大的竞争压力，都迅速的涌上心头，变得难以忍受。冷静下来，作为人的尊严开始重新抬头，想办法离开大城市，去其他地方生存，开始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认真考虑的现象。去其他地方生存，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你在大城市没有工作你才走，所以他基本上没有抓住核心矛盾呢，对吧？主要原因是没有工作，是就业难。就业难的原因什么呢？这跟外资撤离也有关系。外资一撤离，你房价也得往下跌，对吧？人家走了，本来老外在这租房，对吧？一个月3万的租金，你说他租什么样的房子？买房，对吧？他买豪宅，房地产市场繁荣跟他们也有关系。人家先走了，既不租房也不买房，撤了，你这房价也会跌，房租也会跌，你的工作机会也少，对吧？人家一撤走，大量的工作机会带走了。作者说啊，三不管囤现象挽救小城市生态。他说离开了北京，该去哪里呢？恰在此时，许多人都莫名其妙的发现，他们曾经顾虑的在小城市中生活可能存在着种种问题，伴随着小城市的进一步衰落，虽然并没有消失，但已不再给人造成困扰。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啊，在东北做公务员，按照规定需要驻村工作2年。他工作所在的行政村管辖的其中一个自然屯有一个糟糕的名字叫三不管。这座三不管屯位于3个县的交界地带，在过去几十年里，违法乱纪的事情频发，历来是令地方管理者头痛的地方，但却犹如地处边界，行政责任不好划分，因而治理难度大，各种乱象屡禁不止，让一届届地方政府束手无策。但是在近几年，这座三不管屯的种种毛病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不再危害当地治安，也不再困扰当地政府。为什么？答案非常简单，三不管屯没人了，好人会变老，坏人也会变老。随着东北的农业集约化进程迅速推进，曾经的三不管屯居民有的进了城，有的上了岁数，逐渐去世，而绝无可能有任何一个外人迁入三不管屯居住。最后一名三不管屯居民在去年冬天因脑溢血去世，三不管屯彻底变成了一个地理名词。用我朋友的话说，三不管屯从原来的无人来管变成了现在无人可管，困扰了基层管理者3代人的三不管屯问题就这样彻底变成了历史。小城市的现状就跟这座三不管屯有些相似之处。在10年前，小城市社会最受人诟病的一点，莫过于当地既得利益阶层把持了当地利益，不论干什么都是托人求关系。但是到了10年后的今天，当我从施工单位辞职，实际工作生活在老家黑龙江小城市时，我发现尽管这些曾经令我担忧的问题都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好像都不需要解决了。首先，随着小城市出生率的急剧下跌，曾经高高在上托人找关系才能上的重点学校，如今已经连人都招不满了。只要你走正常流程，办个手续，小孩可以轻松入学，根本没有什么托人找关系可言。至于非重点的学校，很多甚至直接倒闭了事。医疗也一样，随着人口减少和医疗体系的进步，曾经人满为患的医疗
医院逐渐变得不那么恐怖，再配合晚上挂号，再也不必出现为了看病一大清早起来去排队，排到中午也看不上的情况。他就说了啊，就是因为人口流失啊，导致了小城市啊竞争也就没那么激烈，大概这意思啊。人口下降，供需关系发生扭转，曾经稀缺的资源开始变得不再稀缺，教育资源不再奇货可居，权力自然也就无足可寻，就如同没人能就我对入空气的使用向我收费一样。他的意思是啊，至于当地既得利益阶层把持社会资源问题，这更是严丝合缝地契合了三不管屯现象。随着近年来小城市人口流失和大基建的退潮，小城市可供瓜分的利益越来越少，再加上整体国内亲民化，县城婆罗门的身份也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特权来自利益，没了利益之后，特权自然也就大打折扣。假如我的目的是回到小县城，从小城市1亩3分地的资源里分一杯羹来谋生活，那显然如今的难度比10年前还要高得多。他说，但如果我只想不受打扰，不被欺辱的生活在小城市，同时拥有其他来源的稳定收入，这叫不可能三角。你又想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又想在小城市生活，那只能是叫数字游民啊，类似这样的。小城市的复兴啊，靠的不是地理套利，而是人的自我珍视。他说，我手上正在进行的几份工作都具有远程办公的性质，与之相联系的总部都位于千里之外的大城市。从这几份远程工作中我赚取的收入，如果放在北京，或许仅能满足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产阶层紧巴的生活，但在一个东北中等城市和省会，这几乎可以让我享受到本地最好的服务。我的几名同事，有的身在四川，有的身在山东淄博，有的身在吉林延吉，有的身在美国。在现代通讯设施和成熟的远程协作软件的加持下，我们的工作没有受到过一丁点儿阻碍，这毫不稀奇。毕竟我们使用的都是好几年前就已经相当成熟的技术。显然，公司只需要支付给我的同事一个在北京勉强够温饱的收入，就可以让我那位身后的吉林延吉的同事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模式，如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地理套利，意为利用现代远程办公手段，在通胀地区赚钱，在通缩地区消费，享受两边的利差。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跨国操作。随着赚美国的收入在中国消费，那显然是一件无以复加的美事。相比起地理套利本身，我们更应该思索的是，至少在国内而言，地理套利的物质基础早在若干年前已经具备了。为什么到了如今，它才仿佛像新生事物一样，刚刚被大家注意到？那是他自己刚注意到啊。实际上企业早就注意到了，10多年前企业就把很多部门，对吧，万出迁移啊。你比如说华为，为什么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分部呢？子公司呢？华为很多业务是跟当地政府合作，那他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深圳，你说成本多高吧？所以你看，比如他跟西安政府有合作，他就在西安搞一个分公司，对吧？养几千人。这是作者啊，因为他观察的不深，他可能了解的不多啊，一些误解。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离开大城市，他不是因为房价下跌，他是因为没有工作，失业，找不到好的工作。现在35岁一旦失业，你就找不到工作，可以这么说啊。你35岁失业之后，你还能找到工作的非常少，也不能说没有啊，非常少，非常难度就上了几个指数级别。40岁呢，那就更难了。所以如果你在40岁之前你没在北京搞定，对吧？什么房子啊，或者是房子指的是全款啊，你不能贷款，那你基本上在北京待不下去。确实这样，因为你后面也找不到工作了，你房子还没买，你怎么办？那很多人就会离开北京，对吧？反正是找不到工作，那我去成都看一看，往下走，对吧？那现在往下走也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啊。实际上在过去为什么北京上海是必须要去的？你不去北京上海，因为无论是资金还是人才还是政策都在北京上海，都在一线城市。关键是信息也在一线城市，对吧？为什么说小地方人孤陋寡闻呢？对吧？那时候你只有在北京上海，你才掌握比较靠前沿的信息。当北京上海在讨论什么移动互联网的时候，那县城的人搞不清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智能手机的发展，通讯的发展，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这个信息已经平权，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一线城市信息最发达，什么县城里面信息就不行。这个县城里面和一线城市信息的差距非常短，对吧？你昨天杭州 DeepSeek 一火，远在甘肃的，对吧？哪个乡里面的年轻人通过手机他也能看到，他马上知道 DeepSeek 干啥的。这个信息的鸿沟，信息平权，通过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他做到了。这样的话，对吧？10几年前、20年前这种信息，对吧？不对称就基本上
人解决了，所以这个让你到小地方活也能活得下去，对吧？你一个小地方的股民，他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不地缘政治，对吧？一点都不比北京的人差，不比北京的股民知道少。所以第一个是信息这一块，对吧？确实。第二个呢是物流这一块，现在大城市的物流虽然还是不是更快一点，但是你像2线城市、3线城市物流也很快啊。这个物流一解决，对吧？信息一解决，物流一解决，就给你啊在小城市也有了这个某种存活的机会，但是这个也只是对一部分人啊，一部分人善于在这方面发挥特长，他能找到机会，他不需要什么托人找关系，什么婆罗门，对吧？什么跟他们竞争啊，那个稀有的自然资源，他不需要，人家通过网上，通过平台一样可以搞。而你想想啊，所有的这种新兴产业，反而婆罗门他是没法控制的，这让年轻人呢就有了机会在那里分一杯羹，你也不用靠你七大姑八大姨，你只要靠你的脑子，对吧？利用这个平台，利用这个物流。所以很多地方搞电商是吧？主播在那带货卖货，小地方他在那卖货，他虽然一天卖不了多少，我一个月赚1万，我去到成本乱七八糟的，我能赚8000也可以啊，那他就比在北京上班要强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年轻人，对吧？因为他去北京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或者是到上海，对吧？实际上啊，年轻人真正的出路，我认为啊，这还是往上走。如果你在北京、上海1线城市现在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还年轻，那我建议，对吧？你现在可以出国看一看，往国外走。国外目前还没有我们这么卷，对吧？很多地方人力还是很贵的，你去国外做个蓝领，那都比在国内，对吧？当个所谓的白领强得多。什么人适合往小城市走呢？就像作者这样的，他手上有项目，对吧？他可以，那他就像这种远程办公，那我就找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更便利的地方去那儿。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因为你除非你不要下一代，你说我就一个人，那无所谓。你要下一代，你下一代你能把下一代放在农村吗？农村更便宜，越小的城市越便宜。但你希望你小孩，对吧？就在小县城吗？如果你不需要下一代，那另当别论啊。你说我就一个人，你要下一代的话，你还得往大城市走，对吧？你还得在北京、上海待着，就是尽量去那地方。所以说，中国年轻人止损的最后一招，在通胀地区赚钱，在通缩地区消费，这个应该来说啊，这是一种理想状况，而且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最好的一个安排。在通胀地区赚钱，在通胀地区消费没毛病。你在通胀地区赚不了钱了，你才能去，对吧？你就失业了嘛。所以即便到现在啊，房价已经跌成这样了，经济也不太好，年轻人呢还是尽量在1线城市，就是年轻人啊，1线城市如果没有工作实在不行，你再选择出国看一看。生活成本高的地方有高的道理，这个单不是白买的，而生活成本低的地方一定有低的地方的问题，对吧？总有一天你要买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